你有遇到黑白灰嘅困擾嗎？除咗人際嘅溝通之外，喺信仰嘅群體裏面都見到佢嘅身影，是否只可以二選其一呢？喺 MBTI 嘅性格分析學裏面，將人分成16型嘅人格。當然，一樣米養百樣人，唔止咁少啦。可見上帝係創造嘅豐厚同埋多樣性，人各自嘅獨特性係叫我哋學會謙卑。當我哋睇到別人比自己強嘅時候，就會從人身上學到自身缺乏嘅地方啦。今條影片係透過 MBTI 嘅 S 同埋 N 嘅呢個範疇，通過對人認知事物嘅方式，展示同埋化解對黑白灰色兩種人嘅分歧，讓我哋睇到別人嘅強處同埋自己嘅盲點。喺 MBTI 嘅性格分析學裏面，對人認知事物嘅方式大致分成兩組，即 S 嘅實感型同埋 N 嘅直覺型。喺描述欄裏面有簡單嘅快測題啊，睇下你自己係 S 嘅定係 N 型人。S 與 N 人係對認知事物嘅特質。S 嘅實感型係追求清晰度同埋確定性，喺處理問題嘅時候 ，S 人偏好具體嘅操作步驟同埋明確嘅結果，好容易陷入黑白分明嘅思考，睇事情往往係是或者不是，對或者不對。係應用喺信仰上邊，佢哋善於守護不變嘅真理，強調上帝嘅聖潔、公義同埋聖經中明確嘅命令。佢哋係信仰根基嘅守護者，確保群體係唔會隨波逐流，但係佢哋較唔習慣處理複雜或者定義不明嘅灰色地帶。而 N 嘅直覺型係對抽象或者模糊係有更高嘅耐受度，佢哋擅長連結碎片化嘅資訊，並且尋找隱含嘅意義。佢哋較容易係理解事情並非表面睇嚟咁，因此佢能夠接受事情存在多重嘅解釋或者中間嘅地帶。喺應用在信仰上邊，佢哋探索無限嘅恩典，強調上帝嘅憐憫、智慧同埋聖靈喺唔同情景裏邊嘅引導。佢哋更看重教義背後嘅精神，而非死守字句，幫助群體喺複雜嘅現代社會中找到信仰嘅靈活性。因此，基督教嘅信仰黑白同埋灰色嘅理論，通常都係體現為絕對嘅真理同埋信徒嘅自由。呢兩者好似一個動態嘅羅盤，係要求信徒唔單止要持守核心嘅真理，更加要用愛同埋智慧去管理嗰啲聖經未明文規定嘅生活實踐。所以基督徒嘅世界觀喺核心嘅教義上邊係黑白分明嘅，但係喺生活實踐中係探求無限嘅恩典，包括聖經冇明文禁止，亦冇明文鼓勵嘅，其好壞往往係取決於信徒嘅動機、處境同埋佢對他人嘅影響，需要靈活應用智慧去處理灰色嘅地帶。使徒保羅喺哥林多前書8章10章裏面討論過能否吃祭偶像嘅食物一例裏面，當時哥林多社會市面上販賣啲肉類都係大多數喺異教嘅廟裏面係祭祀過嘅。當中保羅指出，嗰啲剛強嘅人，佢哋認為偶像係唔算得啲乜嘢，食物本身係上帝做嘅，所以可以吃。而嗰啲軟弱嘅人，佢就認為吃咗就好似同鬼交接咁樣，良心感到不安。保羅就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冇將呢件事定性為絕對嘅罪或者絕對嘅義，而係轉化為良心同埋愛心嘅問題。所以保羅表示，食物如果叫我弟兄跌倒嘅，我就永遠不吃肉，免得叫我嘅弟兄跌倒。因此保羅嘅原則雖然有吃嘅自由，但係如果呢啲係讓信心軟弱嘅人跌倒，佢就寧願唔食啦。因此灰色地帶嘅本質係指出某種行為嘅本身就好似食祭偶像嘅肉一樣，係中性，佢喺特定嘅關係裏面可以有唔同嘅取捨。因此灰色地帶係帶俾信徒嘅靈活性，尋找神嘅智慧，而唔係僵化嘅法律主義。而灰色地帶可能嘅危險，跌入律法主義，即係強行將灰色變成黑色。例如聖經冇明文規定唔准去飲少量嘅酒，但係教會嘅規定飲酒就係罪，因此就剝奪咗基督徒嘅自由啦。而跌入另一個極端就係放縱主義，即係濫用基督徒嘅自由，無視係咪對他人嘅負面影響，甚至係將明顯嘅罪惡合理化為灰色。
喺生活嘅細節上面，的確係有唔少嘅灰色地帶嘅。例如基督徒咧，係咪可以飲酒啊、抽煙啊、紋身啊、看某啲類型嘅電影啊、慶祝萬聖節等等，係對於關於黑白思維人嚟講，處理灰色地帶嘅事務係會感到困難，感到係複雜。相反地，直覺型嘅人咧，係較實感型嘅人咧，係易於明白同埋理解。所以當我哋處理冇黑白對錯嘅事上，保羅勸勉大家要互相明白同埋彼此嘅接納。喺現代資訊氾濫嘅 AI 網絡裏面，懂得明辨是非、做事能夠分輕重、靈活處理事嘅態度係好重要嘅。如果淨係死守表面上嘅規矩，又點樣去能夠迎接新世代嘅轉變呢？再者，如果因為人嘅脆弱本性，單係為咗一己嘅方便做事，或者基於權力慾嘅驅使，又或者異於控制他人嘅意圖，喺任何事上都只擁抱黑白思維，就只會把自己同埋他人咧係捆綁喺不見天日嘅框框裏面。漠視上帝創造每個人嘅獨特性，只會令到自己同埋他人透不過氣，甚至窒息。一位著名嘅神學家提出咗以上嘅準則，完美總結了處理呢3種顏色嘅態度：在基要嘅真理上力求一致，在非基要嘅真理上力求自由，在凡事上力求愛心。因此，當某種行為處於灰色地帶嘅時候，基督徒通常會問嘅唔係可以或者不可以，是或者不是，對或者不對嗎？而係呢個有益嗎？呢個能夠榮耀上帝嗎？總括嚟講，係能否榮神益人嗎？若上帝創造咗你同埋我，當中有 S 人也有 N 人。如果教會因為黑白思維或者灰色地帶有唔同嘅擁護者，產生咗衝突而分黨結派，保羅就勸勉教會嘅信徒，只要全心謙卑，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S 人同埋 N 人都正好係能夠互補彼此嘅不足，彼此嘅學習，彼此嘅欣賞，而唔係彼此嘅指責，彼此嘅拒絕。腓立比書2章咁樣講：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嘅榮耀，只要全心嘅謙卑，個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個人不要單顧自己嘅事，也要顧別人嘅事。